衝一波台北大巨蛋，五月天特展與25週年演唱會，再熱血一場台灣棒球賽事。台北大巨蛋今次有五月天特展同25週年演唱會，仲有熱血棒球賽。台北大巨蛋位於信義區愛盈樓線，5月25日開幕第2期商場光之花園，係購物、美食同娛樂嘅新熱點。五月天25週年特展，25月天 Mayday Land 吸引咗大批嘅粉絲。展覽分5個主題區，充滿回憶，仲有互動設施同限量商品。展期至7月12日，唔好錯過。五月天將喺6月底至7月喺大巨蛋連開8場演唱會，首次登場，場館可以容納4萬人，氣氛一定火爆。另外，台北大巨蛋仲係台灣第一座室內棒球場，2023年12月啟用。無論天氣點都可以舒舒服服睇棒球，氣氛熱鬧，啦啦隊表演更係一大亮點。如果你想睇棒球，可以上 CPBL 官方網站查賽程同訂飛，現場仲有好多紀念品俾你融入熱血氛圍。台北嘅大巨蛋內呢，食肆多樣，有71、麥當勞等等，仲有台灣品牌同日本餐廳，例如盛世日式豬排同漢堡排家，用新鮮食材製作，味道絕對好。無論你係五月天歌迷定係對棒球一竅不通，台北大巨蛋都係好好玩、好食嘅地方，交通方便，值得一遊。希望你鍾意呢條片，如果呢條片啱睇，請按一下 Like、Share 出去同埋訂閱。歡迎喺下面留言交流旅遊心得。去埋我哋 FloorGBA 網站，裏面有好多旅遊資訊攻略，不時仲會有優惠着數。